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，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，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，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。今仔日1月初6是基督教会历主显节，是咧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外邦显现的事，也就是咱咧讲的外邦福音最清楚的一个记载。虽然咱拢知影保罗是外邦福音的使徒，伊家己嘛是安尼来讲，但是外邦福音是上帝本地的旨意。是对圣经上起初的记载开始就已经有的概念，特别是咱对犹太教上感觉骄傲的选民概念，迄个始祖亚伯拉罕的呼召来看，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万民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，这是福音的本质普遍性。万邦万民非常明白，咧讲的不只是限伫犹太教才会教导，才会选民一定，更加应该是普世性的，包括外邦的福音。这也是主显节真重要的意义啦。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第6节经文安尼讲：起来发光，你的光已经来到。上主的阳光已经在照你，看咧，虽然黑暗打满大地，大黑暗也看万民，毋过上主会甲你照光，伊的阳光会伫你的心上显明，万国会来照近你的光，列王来亲近你发出的光，着举头四方观看，你的子民聚集来到伫你遮，你的囝对所在转来，你的查某囝拿囡仔互人抱来，迄时你就看到遮个就真光彩，心激动真欢喜，对海运来的财富拢变互你，万国的财宝拢变你的。规大殿的乐道，米甸甲以法的丹凤乐道，拢会来。对西巴来的嘛会带真侪黄金甲乳香，因拢会上赞宣扬上主。亲像保罗伊家己真明白讲到伊家己所对上帝领受的呼召，就是这个外邦福音的使徒。咱看起伫以弗所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，保罗家己的话安尼讲：因为安尼，我保罗为着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替恁对上帝祈求，恁一定会有听到。为着恁。上帝对伊的恩典委托我这个职务，上帝有将伊的奥秘启示互我知，我已经有简略写这个代志。恁读了就会明白我对基督奥妙的了解。这个奥妙伫过去的世代无互人知，现在上帝通过圣神已经对伊的圣使徒甲先知启示，这个奥秘是安尼：外邦人通过福音，通甲犹太人平平做继承人，平平属伫一个身躯，为基督耶稣结连平平承受上帝的应允，对上帝特别的恩赐，通过伊大能力的运行，成做福音的册用。我伫上帝所有的子民中间第一未世，伊竟然使我恩典通将基督算袂了丰富的福音传互外邦人，通互所有的人明白上帝是安怎实现伊的奥秘，
创造万有的上帝伫过去的世代有将这个奥秘温藏起来，是要伫现今的世代通过教会，互天界的统领者、权力者，拢通认捌上帝达款的智慧。上帝安尼做是根据伊永远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已经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实现啦。甲基督结连，通过对伊的信，咱通充满信心，好胆来就近上帝。东方的术士因为看见启明星就起来，往耶路撒冷去敬拜耶稣基督。这是上典型外邦福音的记载。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记载着这段耶稣基督的故事。希律做王的时阵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。有几若的星象家对东方来到伫耶路撒冷，伊阁问讲，伊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什么所在？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迄个王听到心内就着急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拢是安尼。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，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来出世？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有安尼的记载。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正城之中毋是最细，因为有一个领袖要对你遐出，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希律就暗中来调迄几个星象家，详细甲伊问迄粒星是什么时阵出现。后来伊找因去伯利恒讲，恁先去拜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，找着就来报我知，我嘛通去拜伊。因听王的话就去。因伫东方看到迄粒星最头前带因来到伫迄个细汉囡仔所在，就停伫顶面。因看到迄粒星非常的欢喜。因入去厝内，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拍落伫去拜伊，然后开因的宝盒，将黄金、乳香、物益做礼物来献互伊。后来伊嘛伫民梦的中间，上帝指示叫因毋通倒去希律遐，因就对别条路转去本国。这是提醒咱现代基督徒，咱的教会的责任，若毋是宣教，就无有存在的必要。诗篇72篇。上帝啊，求你将你的公正判断归赐予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伫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互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互因事会享受欢迎。伊会替百姓中间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善车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干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伊这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月平久享受大和平。伊会掌权对即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直到地极。住伫旷野的人会归落伫伊的面前，伊会对着会完全来降服。他施甲海岛的列王拢来进贡，示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。愿列王拢拍落拜伊，万国拢服侍伊，因为善车人求救的时，伊会救因；困苦无依偎的人，因嘛会救伊。
伊会怜悯困苦散赤的人，伊会拯救困苦的人的性命，伊会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迫，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。愿王万岁！伊接受四巴进贡的金，愿百姓时常为伊祈祷，规日祝福伊无停。愿这个土地五穀丰收，满山平有麦穗，亲像黎巴嫩的树若哈尼旺。愿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木生兴旺。愿伊的名留到永远，亲像日头久长流传，人会因为伊得到福气，万国会称伊做福气。至关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奇异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。愿伊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亚瑟一囝大笔祈祷到这结束。感谢上帝，听阮的天父，互外邦的人，亲像阮会通领受着你救恩的福音，成做基督徒。恳求主帮助阮明白基督徒的宣告的责任，互阮会通愿意成做福音的工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